因为你知道牧场会产生很多的废水出来，那我们以往的话呢，我们会去就是经过我们的污水处理设施3段的处理之后呢，它会直接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排放也不是随意排放，我们也是有去跟水利会申请排放许可证，然后去排放出去。可是它会依照你排放的量然后去计算你的水污染防治费，所以这笔费用也是变成是我们一个成本。以前的废水没有，就是都是直接排放，然后那个沥出来的那个牛粪啊，都是请人家载，然后一趟大概都3500啦，然后1个礼拜需要2趟。我们是在107年就加入这个计划，那发现这个计划对我们牧场的帮助很大。除了污水得到处理之外，主要是我们的牧场，我们会去租用农地，然后来种植牧草，之后收割给我们自己的牛只吃，来减少成本。畜牧粪尿中含有氮、磷，这个可以作为那个作物的那个肥分元素。然后我们把那个粪尿中的那个尿畜牧的那个尿液，经过厌氧发酵成藻液藻渣之后，它这个肥分高、臭味低，可以施灌到农田，减少那个避免土壤酸化。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畜牧产业发达，而畜牧产业要有序经营，一定要重视环保。台南市环保局积极推动畜牧粪尿资源再利用，让畜牧废水转化为农地的养分，回归土地。环保署更大力支持补助购置藻渣藻液及运输车辆，提供免费集运及试灌服务，期盼更多农民加入，让环境更美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环保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推动藻液藻渣的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那基本上可以达到最基本的2个目的，一个是减少土地跟河川的污染，另外一个部分是藻渣藻液的这个肥分的再利用。那台南市呢，目前呢有188家的畜牧场呢去接受我们这样的辅导再利用的计划。那也因为推动这些计划，我们每年大概可以省下来的74万吨的水，同时呢也省掉了大概185万的操作费用。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不使用化肥了，所以呢肥料的钱呢也省下来，大概有580万左右。所以这样的一个节省的效益，再加上减少污染的效益呢，我想是值得推动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还有更多的畜牧业者呢，能够去加入我们这个藻液再利用这样一个计划的行列里面，让我们的台南市的畜牧业呢更发展，同时呢，我们的污染也可以更减少。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7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东京奥运倒球混合双打，客家党牌选手郑怡静是咱台南在地乡亲。议员创全除了表达恭贺以外，在总集选也针对台南市推动体育，培养更加侪选手向市府争取设立体育局。另外，对着疫情降级，议员也呼吁市府一定要提出明确的规范，预防外地观光客在短时间内拢走来台南市，造成连续假临破功。议员蔡旺全伫咧7月27号的集训中来向东京奥运的倒球混合比赛选手恭喜来得到铜牌，其中郑怡静选手就是台南龟林区的乡亲。26号因嘛市长嘛到龟林区来甲乡亲做伙来替选手加油。议员就此嘛向市府争取伫咧台南设体育局，希望市府会用予所有在地体育选手有更较好的后勤资源，予台南会用栽培出更较优秀的国手来到国际发光。市长表示，设局处的部分因为预算的关系，所以会先针对选手的资源提供更较侪补给。设局处的部分嘛愿意搁进行讨论。这个混双是代表的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讲我们栽培的本土的球员第一次缔造这么好的佳绩，
进入了全世界前3名，这非常的难得哦，这是较早无的哈。那这时候我就要想到说，我们靠体育来为国争光，我们的台湾队表现这么好，那我们的体育应该要向前行，哦，不可以停，不可以原地踏步。那我们很多各界都很关心的，到底我们台南市的体育处，我们何时能够正式去把它升格，向前迈进一步？立委体育处升格为体育局，相对应的人员经费就会增加嘛，譬如说你教练就可以，因为你是局的规模，那但是因为局的规模相对的那个我们的里面的公务员就会比较多，那相对受到我们的总员额法的限制，我们台南市的总员额是受限制，所以尤其在今年初，我们设立了原住民事务委员会，还有客家事务委员会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员额就会比较更紧绷。那但是我可以跟您报告就是说，我们往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方向走是确定的，只是说我们要盘点我们的资源跟人力，来做一个配置。另外，针对今仔日开始降为2级，台南疫苗覆盖率目前是6都的上尾，甲其他的县市排起来嘛是后壁算来第4名。不过疫苗存的量伫台南煞剩4%，对此卫生局长表示，因为市府所领到的疫苗数量比其他的县市佫较少，所以甲议员来共同呼吁市民爱赶紧去网站做登记，才会当赶紧提高台南疫苗的覆盖率。覆盖率不该沦为数字游戏但是按部就班不对，这个都很正确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媒体会去做数字的比较但我们不希望说每次数字出来我们都一直觉得说我们应该是前段班但是6都比来那你在安装某一些数字就不是那么样的一个进步这些，所以说覆盖率真的短时间希望拜托想个办法怎么冲高怎么冲高要有方法跟节奏我意思是这样，无论是市长无论是局长，你应该有提出一个方法，能够怎样快速的提高我们的这个覆盖率。我们的疫苗比人家少，我们苦在追，其实我们都差1%、2%，我们之前差5%、10%的那个分配率，其实我们台南是很努力在打疫苗，到昨天已经26.5% 了。议员提出，台南开放餐饮业会用伫内面食，可能会互真侪外县市的观光客来到本地。呼吁市府应该做出明确的相关应用措施，譬如讲伫火车站还是高铁站来设筛检站，并保留免费的筛检站，方便外县市来到台南的民众会用做筛检，以保护台南继续加零。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解决偏乡医疗欠缺的问题，议员吴宇环伫2天前提出兴建台南市第3座市立病院，即马总算有好消息，因为中央有意要伫高铁特定区规划健康医疗产业园区，市府甲议员拢非常的赞成，希望会当早一日来落实。伫这波的疫情，议员吴宇环对湘北沦为重灾区，看到医疗资源的不足。对照咱市的医疗量能，询问市府相关单位是毋是会用应付？对此市长回应，可能无法度满足疫情的需求。目前的总能量能够应付这一次双北重灾区的这个确诊人数吗？目前为止，两个医学中心，还有几个区域教学医院还有几个这个大型的医院坦白讲是没有办法。共有584床，然后转诊 ICU 是43床，这是表定的。但是那时候我们其实都有附案，如果疫情再度扩大，包含双北的下来，再到我们的病房 ICU 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扩10%到20%的量能，就直接再跟医院征召。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弹性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全台南的一个病房，全台南市的医院的病床跟 ICU。必要时候都可以全部征召为这 COVID-19 的一个疫情的使用。都因为医疗量能的不足，加上偏乡医疗的欠缺，议员吴宇环对2天前提出增设第3市立病院的建议。当时市府嘛编了预算，进行可行性的评估，但却一直无一个确定的位置。现在中央有意思要伫高铁特定区规划健康医疗照护产业园区。
议员建议市府应该把握机会。绿能园区不会是南科的附属园区，能够请市长详细说明健康医疗照顾产业园区是什么吗？刚开始是从一座医院开始。那么想说，因为医院，尤其是教学医院，它有庞大的这个研究量的，它的除了而且周边的产业包括你要讲，包括辅具，包括这个医技，医疗生技的整个发展都会有这个需要。因此呢，那个教学医院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他们愿意把整个园区规划起来，成为除了医院的提供医疗服务这个单纯的功能之外，也有一些相关的健康照护的相关产业。举个例子来说，我刚刚提到的辅具的产业、医疗这个器材的这个科技的产业，还有一些生化这个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像筛检的试剂啦，或是一些相关的研究的一些量，配合中研院南部分院，配合工研院南部分院，这样能横向起来。因为中研院的研究的量能很强，工研院研究量很强，再配合这健康照护产业园区的生产量，这样子就会上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就会出现在沙仑。除了关心偏乡的医疗，另外议员也关心独居长者接受疫苗注射的问题。对此，市府回应，咱市将近2000位的独居长者，拢是透过公所甲理监事来通知，目前大约完成接种的有6成。如果独居长者行动不方便，社会局也派车来接送。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六甲官田出身的议员吴通良，伫市政总之时持续关心当地纳骨塔无够使用的情形，因为原先的规划为伫个长站带，毋过议员认为毋是理由。同时，议员嘛关心六甲外环道路的进度。对顶任市长多处争取六甲区第2纳骨塔的议员吴通良，伫个每一届的定期会几乎拢会提出。甚至为了乡亲的落叶归根，曾经讲到目屎流。现在新的民政局长上任，议员希望会用个详细评估，找出适合的地点。咱大家若不谈问题啦吼，那么有真侪理由，伫每一届拢一直咧讲。对于咱即摆副总统讲到即嘛吼，那么我相信一直互大家，感觉讲我一直咧强调咧。每一个人拢爱伫地方，为什么话伫少年出外口打拼，倒一个拢要踮来住伫个地方呢？要来终身养老，到最后还是要落叶归根。这就是咱所大家每一个人的需求，尤其庄脚人是介注重的啦吼。那么我一直咧讲大家，纳骨塔的部分已经真的是容纳不下，所以我希望讲局长，你会当来甲咱斗。想一个办法来安尼会有法度无？事实非常感谢议员你屏东市对外的人的关心，佮对往者这关心啦。迄个六骨塔的部分，因为我有亲自去看过，我相信大家拢会当了解讲六甲，真正讲山明水秀的所在，地理也非常好啦。这六骨塔设立遐是。迄个地点是真好，毋过因为伊遐是地震带吼，佮水土保持的问题，所以迄阵去伊遐就是无啥合法啦。毋过往者拢死者拢囥伊遐的时阵啦吼，即目前唯一会当做的，就是内底的迄个旧的设备，来汰旧换新，来迄个短期间就先解决这问题。头拄议员所提这问题吼，我有看过几个公墓。因为即摆要设一个六骨塔，咱讲即个有当时爱阮就爱尊重着迄个附近居民的即个反应啦吼。迄个当然几个迄个所在，我有拢去看过。毋知讲议员，你感觉你地方的人的观点啦吼，你感觉对一个所在有较适合？另外，议员关心多年的，有6甲西边的外环道路，对第一期107年6月开工。一直到去年4月完工，总算看到成果。不过后续的第2、3、4期，议员嘛关心后续的进度。对此，教育局长苏金安回应：第2、3期已经分别伫去年甲今年来开工，预计民国111年甲112年会完工。至于第4期，因为向南延伸，接官田工业区，
目前向中央来争取计划补助。另外，为了帮助农民来行销农产，宜湾五通流嘛争取利用台84线的快速道路下骹来增设刀仔头果菜市场一案。对此，农业局长回应，会请农产运销公司来评估规划。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27号是疫情警戒降为2级的第一天，台南市的餐饮业有条件开放伫店内用餐。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店家视察，看因敢有做好防疫规定，并且颁发安心表彰做认证。疫情降为2级警戒头一天，台南嘛同步开放餐饮会当伫店内用餐。为了解业者敢有加班、敢有调整座位等防疫规定，一透早市长伫经发局长陪同，嘛特别前往店家关心，希望大家做好消费的环境，才当维持正常的经济活动。会长嘛替店家打上安心标准的认证。我们希望说，做小生意的一般店家也都能够在这次降级解封的时候，也能够有生意，内用的生意可以做。那但是防疫工作要做好，毕竟防疫高于一切。那在防疫可以确保的前提下，可以让客人享受内用的这种自在舒适的感觉。但是内用外带都可以哈，我们也希望说，借这个标章，一方面让大家可以安心的内用，但是贴了这个标章就更有这维护顾客安心防疫用餐的这个规定所以说贴了这个标章不能够违反如果说违反防疫的规定被查获，我们也当然会有相关的一些处理的原则对3级警戒到达，总算有条件会当开放伫店内用餐，对着业者甲消费者来讲，嘛拢松了一口气。那个防疫期间不能内用，那餐饮业的其实影响很严重那最近政府有这个可以餐饮内用，但是我们还是遵守政府的标章，就是说让人流少一些，一个桌子只能坐2个不定期的做一个清消，这样子保护客人的安全，这样子。这是降级的第一天，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出来吃。现在有隔板，我觉得还蛮设计的还不错。之前常来吃吗？我常常来吃，这家非常的有名。所以等了多久？2、3个月有了。差不多3个月有了。当然有一寡规模较小的店家，因为限制座位，也搁爱上价班等等，互因也是选择只做外早。市场表示尊重市场的选择，为了防疫真正搬度。台南新闻滚子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虽然国内疫情警戒已经降为2级，不过国际疫情也是真紧张。柏林西主会特别捐赠一批隔离衫甲喙安，予台南市立病院第一线医护人员为防疫长期抗战做上好的准备。柏林西主会会长林伟霆上午伫国际西主会3控控制湾区第2副总监苏明祖等西乡干部陪同来到市立病院。准备300领医疗顶级的隔离衫，加600个 N95 喙安，用实际行动来为对抗疫情尽一份心力。本时嘛是福建科医生的会长，更亲身体会病院迫切的需求。那台南市医院也是我们台南市的专责医院之一。那我们这次是捐赠N95口罩，还有抛弃式的医疗防护衣。那其实这些都是对医院都是很大的消耗品，因为这是长期看涨。那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善心义举，为医院带来一场及时雨，然后真正帮助到第一线的工作人员。那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力挺医护。
为了感谢普林赛主会长期以来爱心公益行动，即摆各用上实际物资来消停。毛议长蔡良敏亲自出席，向大家感谢。会中议员詹培雅嘛到场见证，希望捐赠的物资伫第一线帮助医护人员，共同守护市民的健康。我们医护人员最需要的 N95还有防护衣。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更需要我们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做一个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更重视我们医护人员。即阵啊有大家拢较欠所以这真感谢，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防疫物资疫情期间真希望讲真侪单位阮真侪协助啦布伦狮子会平时就做足侪公益今日我看会长、副总监咱各位赛友真侪也来甲咱加油啦这互咱防疫更有利7月27拄好是疫情降为2级警戒头一天，普林赛主会强调，疫情是长期抗战，这物资嘛是目前真歹买到的，就是要让医护人员得到上好的保护。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台南市有真侪艺文场馆，市府为了提悬注疫苗的比例以及附加价值，特别规划成注射站。市长就前往美术馆、旅馆，关心民众注射的情形。民众表示，伫美术馆注疫苗环境真舒适，嘛较袂紧张。7月27以后，全国降做2级警戒，就希望早一天回归正常生活。不过现阶段上要紧的，就是提升注疫苗的比率。所以台南市特别将充满艺术气氛的美术馆、旅馆加入注射站的行列。同时要请基美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来支援，会中登记注射民众嘛拢认为真舒适，来遮继续放松。就没有那么紧张，就好像是来参观美术馆的感觉。因为它这个空间规划就是很宽阔，然后就是环境也很舒适，不会有那种就是很紧张，然后去到医院的感觉。会中市长吴伟霆伫基美病院副院长陪同嘛，特别到场关心，形容来遮美术馆注射真厉害。不过重点嘛是希望提高注射医院冲关注射比率。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把这个疫苗到位的数量以及施打率，疫苗到位数量多，施打率冲高，对健康这个能够有确保才是王道。但是我们还是除了身体上的，还是有精神上的食粮我们的南美馆，那我想这边希望说民众有一个放松、轻松、放松心情，然后度过一个比较悠闲的一个施打那施打完呢，还是要回到这个回去记得多喝水然后能够保持身体健康。我们希望说跟南美馆一起好好配合。那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防疫的最后一里路，那就是疫苗的覆盖率。那我想我们的台南市政府非常积极的在广布这个疫苗施打站。那我想奇美医院当然我们也就是工商盛举来一起来合作来建置这个疫苗施打站。台南伫提升注疫苗比率的同时，嘛选定博物馆、艺文场馆来当做多元注射的地点，顺续提升附加价值，甚至互人袂记得来美术馆就是注疫苗，唔甘离开。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乌云顺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几率有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